继续来看，为这个后个月6月初1开始，家庭用户将要实施到热天的电价。甲非热天比起来，每一户每一个月平均的电价将会加出伫要400块。到时阵每个月电费值拢会超过1000块。另外，昨暝新北市桃园市甲新竹因为落雷公雨，真侪地头拢失电了，将近有8000户受到影响，台电出面来道歉。 台电总经理王耀定互媒体包围，不过面对问题拢无回应。昨暗时，新北的邦桥、土城、通园的大园啊、中立甲新竹的香山连续停电，影响伫要8000户。台电估认为，单雷公甲落大雨的影响，对民众造成困扰是真抱歉。 雷雨其实如果它是一般的、普遍的、比较小的，其实对电力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是它是因为天气热之后又急下雨，所以它会造成我们整个物理现象，我们整个设备比较容易去做故障，就如同台风一样，它短期的侵袭的，那它的停电就有可能没有办法避免。热天伫要来啊，台电除了加强巡检，嘛会到夜市啊、甲人较侪所在用红外线来扫描，找识别的弱点，挺好伫咧各种进程来换新。啊，那热天的电费嘛要开始啊，科学园区甲百货旅馆业25000户高压用户5月16大新来实施，适用的期间加1个月到10月15。以三大式的方案来讲，会比热天以外的时间加1成以内。 家庭用户大约1400万户是6月开始，毋是热天，逐个月平均用电是339度，热天是428度。逐个月电费会加伫要400块，销单会超过1000块，也就是民生的用电增加58%。夏月里面用电最大的，那当然就是空调。那空调那个是温度的设定，搭配冷风扇等等，还有清洗这个滤网，都能够让我们整个空调这个最大的用电能够减少。 热天的用电甲电费拢会较悬，加减拢会影响到大家人的负担。不管安怎讲，大家嘛是爱加减来省电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